下面是第三个啊，就是勤修菩提，灭除罪障之源，就是第三个法院，就刚才第二大法院当中，那么勤修清净波罗蜜，恒不忘失菩提心，灭除障垢无有余，一切妙行皆成就。那么这个寄颂呢，就是说这个字面上就是像这个很精进的修学呢，就是不是持戒、安忍，然后这个精进、禅定、智慧，戒律就是前面有个戒律是吧？不是持戒，安忍。然后精进、禅定、智慧、六波罗蜜多就清净六波罗蜜多，就是不是这个不清净的，就不清净的布施、不清净的持戒，这些都是功德不大的，就是应该就是按照这个大乘这个六波罗蜜多啊，就是六趣波罗蜜多经里面所讲的那样的就是最清净的三轮体空的，就像入中论里面讲的一样的，这样的这种清净就是六波罗蜜多。然后呢，恒时不忘菩提心啊，就是生生世世当中的话呢，就是不能就是忘失这个菩提心啊，不能忘失菩提心。华严经当中也是讲过，就是说这个人们呢要保护这个身体的话呢，就是先保护这个命根的。同样的就是菩萨摩诃萨呢，就是要想这个保护佛法的话呢，就是先这个保护这个菩提心啊，就是先保护菩提心。就像人这个保护身体的话，先保护命根。那么就是菩萨摩诃萨呢，就是先保护这个佛法呢，要这个保护菩提心。就菩提心呢，就是不能忘失。菩提心忘失的话呢，就是华严经当中也说了，就是忘失菩提心，什么这个修诸三根是为魔也。就忘了这个菩提心的话呢，那么就是按照大乘佛法的依据来讲呢，你修了任何一个善法呢，实际上是就严格来讲的话呢，就是一种这个魔业。魔业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私自利的心，按照大乘的要求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做的一些这个自私自利的这个心呐，就是没有这个这个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这个事业的话呢，那就是一种这个魔业。所以就我们在生生世世当中呢，就是千万不要就是染上就是忘记菩提心的这个垢染，并且呢就是灭除就是一切的这个贪心、嗔心、痴心为主的84000烦恼，就是所障垢的这个这些障碍就是这些呢一点都是不剩下。在我们修学过程当中呢，不要有这个贪嗔痴当各种这个烦恼呢，就是染上的。既然有了不忘菩提心的这个心态，还有呢就是远离了这些烦恼的话呢，一切的这个菩萨大行为呢，全部都是成为这个妙行。这种妙行呢，就是一定要这个成就。什么是妙行呢？当然就是大乘菩萨行为当中的话，全是利众生，利众生才是真正的这个妙行啊。我们虽然这个凡夫人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行为，每个人觉得是自己的这个行为是对的，但归根结底就是看你能不能就是成为这真正是这个利益众生、切除众生心里的这种痛苦那么如果能成立的话呢，不管是外在就是外在的行为是怎么样，或者是人们对你的这个说法或这个评价是如何，都不重要，就是一定是要这个真正利益到这个众生就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所以我们每个人的这个身份都是不相同的，但是呢这个所做的这个行为呢，就是看能利益众生。如果是能利益众生的话呢，这就是佛陀也是欢喜的事情，也是弘扬大乘佛教的这个核心就是意义的这个也是这个具有这个什么就是大乘的这种这个佛教的这个意义。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发愿的过程当中呢，也是要这个生生世世的就是不忘这个菩提心的。就我们基层当中呢，要时时的是这个发愿就我的菩提心呢，就是没有这个能这个产生，让它产生。已经得了这个菩提心，已经有了菩提心的话，让它就是日日夜夜、蒸蒸日上
就一定要就增长菩提心。就像我们护眼睛的话呢，那么就是大家都是很关心的就遇到什么的时候呢，你马上要就是护自己的眼睛。同样的道理，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的话呢，就是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先应该是护菩提心。怎么样护菩提心呢？比如说你遇到一个人就别人骂你、别人打你的时候呢，你如果是一个从来没有受过菩萨戒的人的话呢，那别人打我也是就是你不怕我，我不怕你，人不犯我不犯人，人若犯我必犯人，那这样也是可以的，就你这个升起这种嗔恨心的是可以的。但是你跟以前不相同的，你已经受了这个菩萨戒的人，菩萨戒的人是怎么眼睛睁得大大的，就是然后呢就开始准备就是要打别人要骂别人就是如果真的升起自相的这个烦恼的话呢，受菩萨戒的人是特别惭愧说实在的，按我们小乘的这个行为当中的话呢，就是也是有这个沙门四法，就是沙门四法大家都是应该这个清楚的，就是这是我们平时说的是小乘的这个戒律，但小乘的比丘也是别人打你、别人说你、别人麻烦你、说你的时候呢，你都不会还手的，那你自己真正的这个受了这大乘菩萨戒的人呢，还有就是以这样的这种行为的话呢，确实我们经常也是一方面是可能末法时代，一方面呢众生无始以来的自私自利的心呢，就是传习的特别这个坚固的愿意现在虽然形象上是受了菩萨戒，但是实际上内心呢就是还没有完全融入到大乘佛教的这种真正的这种这个意义当中来，就是所以呢就是很多行为呢时时都是会就出现一些不如法的，就是这也是也是这个情理当中吧，作为凡夫人来讲，但是我们特别希望呢就是不忘失这个菩提心，就是光是不忘失菩提心是不行的，你心里不忘失菩提心的时候呢，行为上一定会是非常调柔的，非常呢就是为众生就是着想的，就是不会呢就天天都是想着自己的事情呢，稍微有一点不成功的时候呢，就是开始这个出迷苦念，然后呢就开始这个谩骂别人了，那这是一种特别惭愧的事，所以大家一边发言一边呢就是也是要观察自己的这个行为。